點解用塔羅占卜會解得唔準呢？可能就係犯咗呢3個錯。你有冇試過抽咗張塔羅牌出嚟，但係完全唔識解？又或者你以為自己識解，結果答案呢完全唔準？其實問題唔係唔識解，而係入咗3個誤區。第一，問題問得唔夠精準。想問事業，千祈就唔好只係問事業運會點啊，咁樣呢就太籠統，應該更加針對性。例如，我喺呢間公司有冇發展呢？幾時會揾到份新嘅工作呢？問題越清晰，答案先至越準確。第二就係用錯牌陣啦。塔羅嘅解讀其實呢相當依賴牌陣去回答問題，用錯牌陣就會答非所問。例如想問應唔應該轉工啊，但係如果隨便抽3隻牌，代表過去、現在、將來，根本就解釋唔到應唔應該轉工。結果當然唔準啦。第三就係對牌意唔清晰啦。如果唔熟悉牌意，就會解錯咗意思。例如錢幣10呢一張牌，一望就知係代表好多錢啦。但係如果問感情問題，又應該點解讀呢？其實呢張牌就代表雙方之間呢係有隔膜。咁如果唔明白呢一點嘅話，解讀就會出錯啦。以上呢3樣嘢，包括點樣問對問題，點樣選擇合適嘅牌陣，同埋每張牌嘅牌意，都會喺我哋實用塔羅工作坊入邊教晒你。如果你想真正學識塔羅，當你遇上問題嘅時候，隨時都可以用塔羅牌幫助自己，俾一啲指引你。歡迎參加我嘅塔羅課程。